即马这风台已经吸到恒春半岛，这南台湾地区呢，昨下晡开始风就愈来愈透。其中这恒春半岛呢，受8级的阵风，也那小琉球嘛来到9级。这船仔呢，拢伫摆港口避风台，垦丁大街拢无啥人。风咻咻叫，红线飞到外高市撮，风台暴风半径已经接触到台湾。垦丁南湾的海涌一阵一阵，因为屏东县今仔日停班停课，规条垦丁街啊无啥物旅客，坐乌托邦的店头，有的甲机车绑起来，有的停伫店内，避免雨风吹倒去。等于拢无人啊，佮减几成。若莫报风台，阮还佫有外国客人去做，啊真报的拢无啊，所以阮车嘛拢收入来内底啊。因为停止上班上课啊，而且大家知道台风就比较不会下来垦丁嘛，该遮的遮一遮啊，然后该绑好的绑一绑啊。海涌拍起来，海水淹过报岸边，海巡人员伫沙堡巡逻，确认无人挖进海边啊。小琉球无落啥物雨，但是风速的部分，气象署的资料，昨小琉球阵风有9级，今仔日嘛有7、8级，比恒春半岛的风更较透。昨天那个浪高大概2至3米啊，应该是这个台风整个已经消散掉了。它今天风蛮大的，但是就是没有什么雨。东港东流线11、12全面停驶，渔船甲交通船拢停伫大平湾的港口避风台。气象署预估，风台的中心下晡时会对屏东入来，民众爱随时注意安全，提高警觉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